早晨，12月28號幽靈會125雞車嘅 Heat 2預決賽。咁啊，俊哥頭車，豪哥哥、飛哥、思豪、Sam 叔、江哥、Alex、Jack Wong、輝哥、俊，跟住唔好意思啊兄弟，呢個 Mesa、Sam Chow 同埋呢位兄弟唔好意思啊，小弟冇乜讀過書，法文會叻啲。好啦，翻嚟預決賽起步。嗱，你睇下家俊阿俊哥有咁慢帶咁慢，老閪都帶得慢。你帶得慢你贏。俊哥頭車，飛哥上咗2，思豪上3，豪哥哥格鬥攞翻個3，思豪打唔到 ，KR 係咪 Sam 叔咧？好似係啊。暫時俊哥、飛哥、豪哥哥、思豪。直路翻嚟，大家車速幾平均啊！我相信各位車手都預決賽都唔會話太急嘅，因為仲有快路咧14個圈。即係大家都知屌閪屌到尾啊，唔使咁緊張。排位不變。飛哥拉近咗，哎呀仆街！有隻唔知咩喺我電話度嘅，飛哥拉近咗，仲3彎衝落嚟，唔使急啊飛哥，你望一望豪哥哥有段距離真係唔使急。俊哥、飛哥暫時有啲睇頭，應該決賽會緊張啲。哥哥都有一段距離㗎啦，後邊嗰班兄弟開始冇乜力㗎啦。2車先，
大家評講咧，真係唔係咁好打嘅，除非阿俊哥突然間腳抽筋啦，如果唔係都好難搞。俊哥飛哥，醒下飛哥，你擺落去你啊，可能跌一個車位。仲有幾多個圈啊，師兄？飛哥仲有2個圈唔使搏啊！你又唔望下後邊，得你2個鬥，唔使搏啊！真係唔使搏。係咪 last step 啊，師兄？應該不變㗎啦，除非阿飛哥又黐緊咗邊條筋啦。3，佢急啊！佢係想擺落去啊！屌你仲有決賽，使咩咁急啫？而家都係胡高哥3車嘛，胡高哥好似俾 KL 搞緊喎。搞唔搞到 ？KL 應該係聲速嚟㗎。聲速搞到，應該搞到啦。搞唔到。好，完啦，仲有快路啊，晏啲再播。